早好，面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珠。屏东的竹田喺高屏绿地当中，清早开发嘅乡镇哦。到也特别呢，唔但像水源头当风皮，更加水质又当强力。每因为啊，南台湾嘅日头照到嘅时间当长，故时呢，到也记下10年前，是有个细乡镇地图，就有记下10间嘅透油工厂，安尼嘅好光景哦。到底形容嘅方式，將做得本做出來嘅透油，甘醇又甜美，想到健身人，配到香味來也特別嘅咯。另外啊，結合食材過後，又會變出乜嘅好味先呢？今日就請你民族叫下來去竹田，你看啊，我用嚟做出按好食嘅透油，喺家己品嘗上癮嘅透油料理哦，來哩！竹田茶頭係喺屏東縣竹田鄉，係1940年起嘅，到今已經超過1甲子嘅歲月，係屏東鐵路當過當有歷史價值老意義嘅茶頭。喺竹田早喺2000年以前就開始有老主公大規模嘅開墾。建立家園，係綠地清早發展嘅鄉鎮，新埔行地打造嘅街巷，看到嘅係淳樸安詳嘅莊下氣氛，還有算係亞道威嘅鐵油嘅南國風情哦。阿忠哥，哎，明珠你好，安坐。歡迎來到屏東。李神宗太哥才提行業，老實誠懇，講起話來天天的嘅佢，有一種本人安心幸福嘅特質。所以講起佢嘅專業，對體位嘅種類，講到做出透油，仲係做得感受到佢冇主動有成嘅樣誒，還有講唔會說嘅話，係一位有真性情嘅做透油專家。學做透油嘅第一步，不先突出好嘅透味係關鍵，然後就聽聽泰國嘅藥鋪、行業倉庫來去認識做透油嘅透味種類。你的皮豆芽給蜜頭，我怎麼覺得有點像豆漿的味道？豆漿的味道就是它，因為有一個量，所以它還在呼吸，它是活的。哦，但係你嘅透味做得打開來看冇？哦，可以啊，可以看啊。唔該，我哋來看透味。哇，黃豆，是嗎？係有黃豆。你看黃色的。黃豆。哦。一上皮落有人類面試啊，係冇整熟嘅。係要整嚟開有蜜頭。係啊，要浸水浸皮發起來啊，再用嘅蒸汽把它蒸熟。但係條透味全部會內到邊來嘅咧？目前也黃透味呢，而係如我哋嘅屏東，其實部分嘅農民同我哋種啊，就同人家打契約。哦，自做。係，佢哋種透味幫我哋用啊呢。台灣嘅透味其實唔係屬世界各地嘅透味。真的哦。因為台灣嘅農業技術夠厲害。而家到邊嘅透味全部都係用黃透味焗出來嘅透油嗎？係，我哋係要用無透味。除咗黃透味以外。為什麼會用兩種無用嘅？因為無透味有伊嘅做出來的香氣，啊黃透味有伊嘅黃透味本身的蜜頭啊，我們是就是各取所長，對，用一定的比例下去製作這樣。對。透油嘅主原料就係黃透味同無透味。泰國講黃透味嘅氨基酸成分比較較多，未較鹹；無透味有淡黏，再味會較淡甜。故說黃透味同無透味比例嘅無共樣，你會做出無共樣嘅透油風味。了解透味嘅來源還有種類過後，可以是正式來做透油咧。條下嘛用珍珠來破壞透味嘅結構，無共樣種類嘅透味，珍珠嘅參數咪無共樣。係講透味冇證書，佢就冇辦法來發亮。我呀下嘅透味呢已經真好食嘅，你看下呀變做樣誒。哇，用機器撈去倒出來。係啊，整好透都會對呀咧，攞個地板。要小心誒，很多的冰不嚴誒，還很燙哦。就直接讓它掉在這裡嗎？對，我們就是要擠奶嘅 packet 的做誒。哇，已經貴誒，它的外面的殼。皮呀，已經落開了。我的透和整批透菌才可以完全的利用它裡面的蛋白質。對，好香哦！所以你剛剛說黑豆是取它的香氣，就是這樣子的。它會有那個堅果的味道。哇，我也可以小蜜豆香，我可以撿起來看看嗎？可以啊。這個直接
唔可以是刚看到看后生嘛，嘿。很像在吃毛豆荚，对不对？可是这个比它绵一点，要如果你买到整多安的长度绵绵。你做特有啊，那我完全利用到底部的蛋白质。不是会整到全部体位，这样有乱泡这张会走出来。对，你啊体位成本够高，可是我哋我可以完全利用，唔可以冇整收啊。特油唔係油哦，係亂泡質發高高後嘅東西。清早係對中國老時代嘅醬演變來嘅。上祖時代，皇帝嘅主廚用牛來滷邊醬，風味減順。台灣特油嘅做法，做得對手都長成功時代嘅無頭特油，嘅是產業嘅製作工法，本後人按照古法。哇！一條整好嘅特油全部普通人人都有誒。係啊。咁一條員工都嘅做乜解啊？更加師傅睇做呀，如果以後集權嘅細條部分，如果我同下哋呢，要不要鋪種啊？鋪種椰下哋呢，整好特油上面啊，如果會對種區。我可以直接碰嗎？可以，好，沒問題。等下洗手就好了。哇！你上面有呀，短短的膜，上面又有粉啊。伊嘅膜都表示係伊嘅質感，然後它的粉就是它的種子。哦，所以要給佢結天特油嘅那部分啊。我們要用它的長出來嘅菌產生的代謝物，就是酵素。對。去分解我哋呢特油嘅蛋白質，啊，比蛋白質變得氨基酸，如果我哋呢特油嘅成分。故所要給佢做特油嘅本基法的一個靈魂關鍵咯。係冇唔錯，要俾中鋪啊，喺我哋研究嘅營養，讓研究出來講，也都會提升它無特油嘅部分嘅發酵嘅種區。哇！記下10年前嘅種純手工嘅手工釀製，都要它傳到亞一推來，已經更科學化、專業化了，對不對？其實爸爸嘅時代啊，伊哋嘛係用安尼方式去做研究，啊，只是講伊哋呢實際可能都會。價格簡單，可是伊的那方法嘛係一樣，因為你講我對很多支菌裡面去做挑選，就是你看它的那個酵素的活力，哪一個比較好？這樣子是。哇，看到給師傅都給噎噶，為什麼他是這樣？係啊，佢用生氣，是不是不想工作？唔係，你啊你啊，你睇冇人哋發現唔會個平均咧鋪上去啊，喺個特油上面，可是伊的係其實觀音真係做些，唔係唔敢樣做些。而且佢按你壓手一樣呢，為什麼我看到壓一給弄都差不多都沒，為什麼要弄那麼多的量啊？因為它的壓的特油有很多量，伊係魚的噴塗的，啊的也只是表面而已。啊，更加如果等下機器來發，如果去打散打，如果會攪強下，攪強下呢。用鐵質嘅機器，然後曲圓攪到無特油過後，鋪開來變啲曲全色，還有係48點鐘，目的係要本曲做，調你無特油嘅程度，啲時間嘅溫度、濕度控制就當重要了。曲全是要氧氣合適嘅濕度來生長，唔過濕度太高嘅時節，又當不污染會壞脫。一般來講，請合適曲生長嘅溫度係30到35度邊呢，有陣時咪會聽天時變化來調整哦。一下呢已經見過40點鐘嘅吼，就看到呀嘅行權都在行嘅樣板。係啊，你應該冇看過哦。而且進來，哇，有冇變短呢？哇，太神奇了！嗰上色到紅色的特油。我看到了，它這個顏色是金黃色的耶。好。哦。總統一起。上面上嘅啊，唔係叫絲毛，又係我哋嘅特油嘅菌種。好神奇哦！特油啊，可以嘅好嘅菌種同我哋做些，啊，伊哋會分泌嘅。哇！
酵素囤底部碳白质分解变的氨基酸，如下的色的调油。你还已经分解好诶，就错诶。也以上好，更加酵素的提高时间，啊，就底下如果打盐水下去，比盐水，嘿，曲菌啊，伊拄到盐水，伊如果点下来。啊，接下来如迄乳酸菌同酵母菌开始做势，咱酸菌呢，伊囤压的 pH 值要降下来，降到差不多左右，就是 pH 值呈弱酸性之后，啊，酵母菌对再开始做势，然后酵母菌伊如何要对囤底部的糖分，发酵变得酱油的香气，一些醇类的东西。曲菌是低度的空气。有溜溜的眼角甜香，你有透的规变绿色的世界，就是出曲的拄好时节了。洗曲之前，要先让透的抽散来，本其排出二氧化碳过后，进入到太阳的低度，然后将等无透曲的太阳的晒到vùng腦杯，就做得進行做透油的下一步了。阿松哥，你下路嘅也係砂糖係冇？民主也同講，羅亞砂糖的作用啊，如果本下的個酵母菌，可以有個伊的營養，比以繁殖啊呢。個咧那個是什麼？也係葡萄糖，也作用嘛係一樣。伊啲係要本酵母菌食，伊啲係要本乳酸菌食的。哇！唔係講比食迄個甜甜嘅，主要作用如何要比。有个营养源，就是让它吃饭，吃了它才会长大。对，这个就是它的营养。人家讲诶，纯酿啊、纯酿啊，都在黑酿版讲咧。纯酿如何讲啊？根本你用个菌囤药，我哋爱发的个透诶去做分解。唔係用發酵嘅方式，發酵嘅方式都係用嘅鹽酸去做分解呢。用加落去比靜置要等幾久嘅時間？去搞試驗呀，伊嘅透然後會分解，啊，就咱可以拿去壓榨。4個月。去搞，像因為走路了。屏東啊，人啊，伊可以啊，那個時間都可以。生下來留培養好嘅酸菌、酵母菌，連生加入到無透球過後，開始干入調好比例嘅鹽水來攪。泰國人嚟講，鹽水嘅主要目的係預防喺做透油嘅過程當中產生壞脫嘅現象，同時還做得預防透油喺細菌底度來成長。封好，過一檢好過後，愛喺熱頭下4到6個月。本期充分來發，嘗試向我打開來變本期熟哦。阿忠哥，你下辦過也兩樣，就會已經等了4個月咧。係也算已經問題咧，地方嘅微生物已經處於啲問題嘅狀態之下，這樣子。古時候家做嘛本一個白色嘅橙色的咧？白色因為我哋呢條腸內啊，靠區分白色的如何黃透的，啊一種顏色如何無透的。家做大頭不來看了。冇問題啊，可問題。先開這個黑黃色嘞。哇，太神奇了！這個好像豆腐乳的那個顏色哎。而且味道，米西馬懂香啫嘛。好香哦，這可以吃嗎？可以啊，裝本色看到。好啊好啊。哇！也像透漿嘛。個槍哈。這可以拿來做料理耶。係啊，也都會在壓榨路邊的我哋那透油。鹹中帶乾，對不對？雖然講壓下很凍寒，可是呢，鹹到最度紅啊，會有那種甘甘的，味道甘甘的，好棒哦。伊都係黃透的碳白質分解變的氨基酸，然後伊都係伊嘅甘味來呀。豆漿也跑出來了，要不然全冇咯，其他添加物都係釀到米是都係安呢。好棒！天然的釀造味道。阿忠哥，跟人家透油都地都奶咯，我講到透油差嗎？對啊。人家講喝酒頂浪對，所以它在下面，我挖給你看。好。啊，裡面還是這個顏色。它上面是氧化層，你都會不趕快塗一些。哇，這些都是精華耶！那個後酒層都昂度，昂帶下會睇，昂嘅跳成美吧。嗰時候食到好食的透油其實冇咁簡單。看到了，哇，這真是太神奇了！而且透油，它這個顏色是金黃色的耶。乍看之下還是以為是一鍋滷肉。
很像很好吃的感觉。对，我肚子饿了，都是会噼啪翻了搅翻身嘞。可以喝。民族啊，找一些不能爽。好啊，好啊。好，试看呐。哦，好黏腻哦。很干，这个鸭都很软夹。而且它的味道懂都层次哎，又酸又甜，咩又鹹到底度，而且啊，喺做到鸭豆皮不錯，將飲茶用嚟會鼻乾。會乾，而都喺黃體嘅碳拍質要分解出來嘅，嗰陣而唔可以講稀鹹啊呢。它讓我一直分泌唾液耶。好棒的原汁原味，仲酸啊牛，是豆哎，但像鸭舌啦、米絲就已經按牛哎，加多大力都清米嘅完成，還要幾幾位。鸭仔啲發酵一定嘢都變得我哋愛偷油嘅。這個定係一啲嘢一定很卡香、很卡順啊呢。伊嘅米絲都會變得嗰個層次感會更豐，而且它唔可以更加將色的米絲還是把拍油變得會再深，對，會再深色一點這樣。黃體味較多油，做出來嘅透油，米絲較香又較甘甜，合適拿來蘸菜。無體味較濃又較鹹香，合適拿來滷肉。泰國講用化學酸嘅黃體味做快速透油，米絲係無變嘅時限，保留傳統嘅公式，照古法做出紅黃色嘅透油度嘅透香。落在過後再米甘甜，真係徹底人氣甜味嘅哦。哇！阿張哥，而家看到嘅機器，係有進行到哪一步誒？今仔日都喺屯包好嘅體位啊，進行壓榨嘅動作，都喺屯透油壓出來啊呢。哇哦！我下來看看哦，好多哦，而且很快也可以摸嗎？可以啊，你可以上看哦。好好看。而家都喺人家。因為經過安尼壓榨，就可以囤體位地板上部嘅成分，經過壓力去吸出來啊。全部低度油嘅精華全部攞去壓出來，就會清美嘅完成品咯。民族也會差唔多生醬油，生醬油跟生啤酒一樣，也係上啊經過煮過溫度嘅殺菌，然後可以200度乾嘅地板，溫燒披薩使用啊，然後一啲溫馨嘅產品。這個低度可能還有一些菌種，要再把它再殺菌一下，就完成了。今日嘅炸出來嘅透油，純嘅嘅條透嘅本身咧，純好了嘅醬油破落嚟拿去做飼料用誒。拿去做飼料？可是很可惜，因為這個攪拌就很像是泡波劑那樣子啊。我哋做透拌漿，有用透拌漿，加個好燃料，嘅成分其實已經加個大，它只能做嘅次級品。因為我哋都做替後誒，次級品我哋冇得做。你的品質要求是很嚴格的，賣透拌漿就是透拌漿嘅做法，透油呢就歸透油啊。做出來嘅上透油，係我需要蒸煮過後，經過大溫來殺菌，停高除脫泡過後，廿時節嘅透油蒸算完成咯。未蒸做得仲到一硬一硬嘅地度封起來，廿係頭一擺親身來做透油，對無透嘅原料都濃濃嘅透油香衝出來，確實本來好多嘅動作哦。民族我同介紹要如何俺媽媽煮這本手勢。阿朱姐你好，我也是阿朱哎。民族，歡迎來到你啊！雕小豬太子，菜體行業，小豬子親切嘻哈，快樂又神仙。後生嘅時節，聽聽老公向下打餅事業，有傳統客家風健愛上甜嘅點心。尤其呢，當要煮菜，也嘅料理可以來當唱片菜飯，唔過食香味全部就顧到，你啊係意思當到嘅經驗累積來嘅哦。阿朱姐，那你第一次菜我講嚟做嘅係乜嘅？炒酸高麗菜。哦。我用薑來做嘅香菜，個主要用嚟那個泡鹽嘅豆油。啊，即係那個泡鹽嘅豆油吼。我做的是西皮款還有款啊嘛？可以嗎？很香哦！我特別批到一種米線，就像我食空油飯、蕎飯色。
很香，哎，这西厉害哦。哦，没问题。试试看那里。平常有人爱用车甲是调油吗？有哦。真的吗？哎，可以里面调油哦。可以里面调油。用来最简单的料理哈，这讲的你要泡盐的调油都可以做出一个最好吃的东西。好好吃哦！香甜美味啊！那是豆芽豆味过后会转感呢，好棒的韵味。嗯，做在里面调油哎，而且薄盐的意思应该就会减少盐分，系冇？哎，有减少盐分，盐冇按多，对身体就冇按有负担了。嗯哼，卤味保底菜，这是你自己做的吗？我去给做的。哦，皮米汤我就看呐。好香哦！还做个酸菜白肉锅，一定懂咱们的喂。有没可以？哦，家己就会拿个试过的哦。我阿婆都说都是空多嘅名虫下播的。也个唔是啊。也个唔是。高丽菜过小的时间，我哋都提做起来，做完哋都提放个冷冻方。哦。可以冷冻起来。上市得要拿出来。不用较久的时间呢。听听阿祖子学做菜，规规矩矩，一步一步的来，才有一种温顺亲切的熟咯。佢讲调油係當平常嘅調味品，不過學嘅調油其實一些都唔簡單，所以一啲咧就做得本歸出菜嘅米絲做到完美。你好，真是來咯喎！阿祖子，我蘸牙嘅薯泥誒，我先幫你加油哈。好。要係橄欖油吼。橄欖油。金黃色的。先不要香，对不对？好，所以先香嘛，先弄啊，那这位没香哈弄哦。啊，祖基按用的炒饭，英国老女跟用时就是农业社会里面差很多吧？那时候英国是泰木菜，对不对？泰木头炒。对啊。你下怎么？有块木牙丝啊，全部小炒啊，全做嘅。嗯。怪辛苦哦！我看到炒鸡汤的时候，炒鸡眼底啊，就会塌起来，像无管的，对不对？一般来讲，做那个卤味按用的保底菜啊，就会拿来煲汤用，对不对？煲汤炒得拢鬼好吃。冇喺卤嘅鹹菜講嘅，也鬼好吃。哇，好香哦！刚才你的重點調油、薄鹽醬油啊，那叫標？應該都可以落嘅。現在放嗎？香菜咧？香菜最味，最味不用。好，我不用幾多誒？唔真落。好。哇，太香哦！調油落去以後，香味都出來。這個調油加熱過後啊，香味不簡單的味道啊，香個幾下皮耶！兩個吼調白做調油的時間，是不是真的是一家做醬油，大家都會睇到米絲來請呀做下請食東西嘛？人哋客家人咧，米家人攏鬼香。哦，而且香港調白都也特別，其實有我蠻多間都會做調油，是嗎？最多，那啲醬油的鹹香，一直以來係客家菜嘅特色。主食還可以用鹹淡來醃味，酸炒玻璃菜撩起來過後香噴噴嘅，係一出煮出來當家又當茶飯嘅片菜料理哦。撒下來老婆嘅雪皮雪做時過後，並用麵粉、下邊還有紅蔥頭，個加添đủ好嘅水老鹽，攪做羹。哦，阿祖子也給聽你嘅有了煎飯呢耶。阿祖子也就會很上擺沒有做嘅木瓜，煎木瓜，木瓜煎。
我是安和式的木瓜板，我铺板哈，都来俺的南部式。你看，因为南部呢，是一个皮奶的素材种出来的果子，全部就清淡的。可是啊，阿祖记都会煎一下，我有点疑惑，因为铺的个水分当多，可是煎半年要煎到擦擦哎，这很挑战吧？唔会啦，唔会出水。不会吗？那是得那低啊。好，阿祖记，你去甲在中国做生意呢？来3年冇一得来。3年冇一些生意。些生意。嗰個成日老公啊，都會做跳油家下，感覺夫妻煮飯太奢侈了。係啊，安尼吹歌燒起哦，都滷到起來。哦，保存家出來先保存。按做生意呢啊，都生生鏘鏘來，是件肉派嘅，一件狗肉派嘅。嗰陣狀態攏該糖吧。像來早晨啊，也建議你啊，老阿忠哥傾下相處。哇，我發現到佢但係對跳舞動有研究，你感受到啊佢，不管做乜事情都很認真，當認真又當負責，人家條教育都當好誒。嗰陣我哋兩個路嘅，該放心，佢一個事業高啲嘅後生嘅。兩個簡譜版，唔但唱係頭擺是唔會難嘅料理，咪係阿祖記老老公從嚴同辛苦嘅時節，接上帶來本身人呢食最窮嘅點心。韓國啊，本跳油就係亞出點心嘅靈魂，8點鐘嘅跳油，搭配蒜蓉嘅調布，就係清淡嘅好味食了。哦，今日當慶運哦，做得落人家嘅跳舞工廠嘅第一台嘅創始人跳舞阿伯來叫我來要到畢業師班，跳舞爸，唔係批到咪頭就搖嘅係嘛？係啊，可能能做啊，我是可以用啊，腳工就是。係人講講嘅不用做誒。哦，要。係啊，你特別做嘅啊。佢按多年來都照顧人嘅胃腸，真辛苦哦，真幸福。真是的啦。咁你想要先生來出來聽，叫下先。係，先生兩個哦。他們啲咖喱菜啊。係啊，咖喱菜。咖喱菜醃製嘅嗰啲咖喱菜啊。其實攪拌拍會看它下飯一點吼。酸酸嘅，酸酸脆脆嘅。韓國啊，就個姜嘛，個辣椒伊邊上高香，很較上癮些。那個薄鹽醬油，吃落去啊，老得那個荷蘭水那種分泌出來，好好吃哦。跳舞就會真嘅厲害，不說跳擺，唔負責做跳舞，啊，做姐負責做料理嘅嘛。可以嚟講，伊做處理啦。做處理啊。對食啦，佢有興趣，所以伊常常會因學做啊咧，對啊咧去訓練。係啊，因為人後來反而我教佢講做點樣去用啊。你可以做5種作品研學生呢。真嘅啊。因為阿爸佢落朋友咧，3、4種作品都7個都讀出來咧。唔是伊都會做嘅。會黐咩哦？就當戲客。哦，可能出來人家就用晒，當好當到人來，哦，咁再過來食日嘅，好冇？日嘅補飯咧，補飯，我講日嘅都要，哦，而且阿祖姐攞佢調過係冇？佢薄鹽醬油，嗰個加酸條，都吃，一些酸汁，好好吃哦，這種味道會不會應該知道很幸福？我想到調白嘅米頭丸呢，個人較好，都幾懷念，人哋落去咧，人哋嘅補飯啦，咖喱菜啦，咖喱酸菜啦，安尼啊，吼，他們主角啦，有種人哋鄉下人就係研學類嘅창의是按最基本嘅料理。阿祖姐講做下嘅老下嘅主角啊，做嘛要用泡鹽嘅，鹽較少嘅，唔係講一般嘅那種成年的啊，就講米是較重嘅，唔會較黏味嘅。人家係咧啦，嗬，都係因為啊，嗬，做安和跳舞，對，用安尼幾簡單嘅料理，嗬，都可以做出一個幾好食嘅東西。好似講安尼啊，泡鹽嘅跳舞都可以。就拉米絲嘅，對不對？當肉嘅，你講牛啊老呀連夾嘅皮，地都嘅筋嘅部分，牛啊係直接散開來嘅，好好吃哦！而且一般啊，食下嘅主角加下會硬崩飯，可是我想是因為泡鹽嘅關係嘛，大強生沒做的。對啊，都好厲害！Give me 飯，應該沒有教我做這個。
列出老主角，但常用蒜盐、葱叶，还有小鹽透油。地方嘅地度温太陽嘅2點鐘，都擦擦嘅色，實地再度皮當 Q， 肉當嫩，還有一種爆開來嘅味道。對我一個當好食主角嘅人來講，就是一份當茶飯嘅幸福，未係我接上上等嘅料理。都有嘅細細鄉鎮地度，tan講頭擺嘅頭擺，唔但唱係跳搖阿棒，也都義務看人做聽聽。係有嘅鄉鎮地度有咁多年，鄉下都會自己家做醬油，對不對？你就係幾陣時台3萬過來嘅人，那個年代都係喺農辦啊，你做埋一道嘢，我按多年做跳。好啦。早期啊，吼，我哋呢啲食品廠做一個品管啊，後來因為家庭因素，我都做市場，後來喺市場喺做中間啊，係發現到佢大工廠又好，小工廠又好啦，吼，伊哋家家用一個按計算嘅投入啊，就化學嘅投入啊，大家安尼做嚟嚟賣，我都感覺到係佢唔滿啊，所以呢，我都講啊，佢當時我要建議我哋公司來做安尼純用做嘅。哦，因為市場嘅競爭啊，一下無法度接受。成本太高。後來我即家講，6家安尼都有長期，我都即家安尼天天嚟做，我都伊啲接受，我都講，我一天去做純用做嘅，特別冇去揀啊，防腐劑啦，或者是不良添加物啦，一種嘅東西，本人食多嘅，對人體唔好。我能賺到錢，但是好多人下嘅身體，也種咧，我都唔會。你下呢跳油嘅事業已經搞本，下一台嘅，像跳油阿爸話，對下一台有乜嘅希望咧？好啦，我都將希望講啲，人哋冇講，如果我一定要做一台，我最大希望講，我要做好，讓我最大期許。至於講我生理嘅東西也好，做得好。吃養等於吃養成蟲，唔會講為了做幾多做幾多安尼來去安尼嘅哦，唔好安尼，要做好才做多。咁阿祖子咧，我是規方性俾人四姊妹去做啦。伊哋四姊妹本來吼，感覺爽啊吼，就是放心，很放心，出世就當乖啊。太湖上下水質當先。潛水唔會斷，第二台從攀岩第2把，就喺啲安陽嘅環境底下，對自家小型嘅跳油工廠開始。想我本大家識到好嘅跳油嘅想法，唔使改變，堅持手工來做，從事嘅係品質，冇大量來生產，反映啲打開中硬嗰嘢嘅世界，聊聊無跳味嘅香味充電出來嘅種成就感。到今兩公婆3萬嘅成果，做出生命嘅革命，也都嘅用心，未全本子女繼續發揚。阿祖子，你阿叔你真勁懂好誒，有食飽嗎？有，阿忠哥。民族用的博元醬油做料理好食嗎？超級棒哦，吃都懂飽，而且俺老嘅數你全部好起來，還一百真都冇卡住，來吃做坤啊！對下我這頭家特殊又可以揀點的啊。伊嘛做實的啊，等下可以比較便宜用，買的另外一種鋼底醬油做好食的料理本身。好啊，那我一種跳油嘅嘛。帶點歡喜滿足嘅心情，全心期待第下一個料理，又會帶俾俺某個驚喜呢。客家人嘅路釀嘅文化，雖然講環境同困難爭有嘅，不過每一味安呢變出來豐富嘅香味，老飲食特色。你好，請問係李亞記係冇？係啊。李亞記你好，我係民族。不一樣，唔是啊，好去很愛露露好誒。露露係冇？好，露露姐。地名當太子，菜天行人，熟悉嘅人都很比露露。花風都當家，做事前面當散，一味當好美食，本期搞到嘅富喜會嘅朋友。每一味吃食記得嘅好明星，對對天氣體育嘅飲食文化特別中意哦。同好分享你成長期貴食嘅好餸意，尤其係正式嘅客家料理。露露姐，趕快你準備，我看你做菜準備了咁多顏色嘅食材，第一次出你要講埋做乜嘅？講鹹肉嘢。鹹肉嘢。好。一項菜啊，
其實啊吼，伊主要係有嘅豬肉吼，個重要嘅都係頭油。哦，這個是不是？頭油啊，用好嘅頭油。好嘅頭油做呀香菜同老肉同樣都唔是不用個倒其他調味嘅。像看下頭油倒出來嘅時候，個醬吼都天然的嘅琥珀色，而且好香咖啡色嘿。嘢都係看下等都冇毒哦。但係用頭油，啊頭油起嚼嚼啊，好 Q 彈哦。當種肉啊，都啲牙齒啲都會彈起來用啊。出來的時候，個醬吼都天然的嘅琥珀色，而且好香咖啡色嘿。讓我看看好不好？好啊。明明我剛沒有試到薄鹽呢。一香菜吼，我講點肉人一香菜，四兩樣呀。我比較加嘅泡鹽嘅話吼，也跟米西正經很看哪一些嘞，而且都要還有連頭要倒閉，就是它回甘的速度比薄鹽還要快。其實每一種頭油冇同樣配方，做出來嘅風味都冇同樣吼。啊，點肉人一香菜吼，一定要用頭油，蒜頭啊唔係用葱嘅嘛可以。葱嘅咪多的。啊，葱嘅就安尼吼。菜油嘛，客家人是米絲個葱，嗰個螺絲拍拍胡椒粉，係拍胡椒粉。嗰下就一盤羊肉好細就安尼，個發，個嫩，個人表示吧。嗱，佢們一邊個係入嘅番薯粉，哦，番薯粉。那種啊，講冇番薯粉嘅話，用嘅係片粒粉嘛，係可以嗬。就按用焼雞用嘅嗎？焼雞用都好誒，我係萬歲，我替後做一行菜，因為做一行菜是一天咧。甲白連沙，唔係都係喺土家嘅，都係加妹入的。我哋按嚟好事嘅時候，前一年嚟講，睇下人，例如講甲白連沙啊，都睇無糖嘅啊，有冇？睇下人都向下睇點肉人，點嚟天熱搶人他，我買嚟豬頭。該按用嘅情形，係只有南部嘅客家狀看得到嘛？因為我北部客家狀冇看過。北部冇看過，冇看過。原來真用鹽係六對客家人好懷新嘅時節傳統嘅食物，代表圓滿完美嘅意思。我老子講啊，一隻樹用來得鹽呢，另外一隻樹就換做運行，本鹽呢啲把種烘，做得增加肉嘅彈性到口感。等成熟嘅時節，做出已經準備好嘅雞髀肉，從而那這位也都食材，水出來合作下你吃料理了。咁你聽你出講係做乜嘅咧？做老酒乾鍋雞。老酒乾鍋雞，用簡單的方式，用到好嘅頭油，其實都唔是乾煸嗎？冇錯，乾煸，都唔是用油，雞肉切好以後，皮呢向大下，逼出佢本身嘅油出來。其實雞肉新鮮，再來都係好嘅頭油，都可以做出也好食嘅老酒乾鍋雞。只有酒、老頭油個雞肉就好誒。冇錯，所以有時候看我哋雖然冇用油，也雞肉行看你飯過了有冇？已經開始啦呢。有開始有炒嘅，對不對？冇錯。好香哦！一下係咩都雞肉煸嘅安尼嗬，我哋來煸用料嗬。蒜頭放呢度係。好辣這味安尼，好原汁原味的一出菜哦。一般嗬，媽媽係咪做菜蒜頭有得攏先下去煸？係啊，先煸上。安尼其實唔錯，因為蒜頭會出過來。是人的雞油，你煸下蒜頭油唔會出過來，啊慢慢的醬油會出來。我哋煸安尼，我哋平度會記得太重頭係。好棒哦！這有睇嚟傳統做料理噶哈，太油太火。那剛剛露露講有做菜啊，好像連那種現代的嘛年輕人想要下手做菜，都變得很加簡單呢。嗰個人吼，太油都會落來嘅。OK，我們的缸底醬油。像我哋而家雞髀不用量太雜哦，好，嗰個人就吹太油安尼吼，我哋不用一絲的都好誒，一點點就好了。不用一絲的。哦。好了，時候鹹炒。很香誒。好，而家雞肉安尼炒到安尼吼，已經18、20色的差不多，我哋一
好，迄阵我讲有晓的主持人，他有先莫按到，先不要一起的，个亚色吼。老酒，嘿，亚酒吼，唔可以不用黄酒，无如所谓的红露酒，红酒，嘿，如黄酒类吼，像我不用一度，可能我是一度，都不用一度，吼，我个好啉酒的，你都不用个倒下嘿。佮加入水葱的椒草、老酒的香味融入到雞肉底度，一直到浑然的好味絲衝出來。這時節猛火蒸15分鐘的客家肉圓，未就做得喜歡嘅，小碌碌又帶點水氣嘅肉圓，粒粒飽滿又金色色嘅，鹹又香，看到眼見吞後冷水，還會等馬干咯，加上咗來品嘗了。人家的妈妈用的那个薄盐酱油做的料理，刚又睇露露姐用那个钢底酱油做料理。阿忠哥，你们辛苦哎，我们一起来品尝看看。但是今天我是客人啦，因为这些都是你们家常菜吧？要偷家，然后酱油盐。哎呀，你看，偷家，偷家就是娶老婆的时候才会酱油盐。真的。可是你酱油盐可是生。好，这家酱油面可是生啊，要从中心吗？拢可以，拢可以。菊花你还是在好，可是俺的料理是如何诶？哦，好，很强坤听听。哇，那不然用整都油金金的用诶。要不然你一层是很深的，第一层都拿来煮汤。哦，他干你弄我们弄比。清上香，我该注重我们的打手，好吃看。那边豚狮子头毛同样啊。很油很棒咯，而且很绵呢。我唔看下的调味都无加嗰度其他，像下雞粉啊、米酥都冇標，因為人哋調油，你看咧，做按叫啊中國，做按叫啊冇調油。而且好像真的缸底醬油稍微落一些些的，給它米頭就濃了，然後。因為冇按甜，嗰所以吼，米線你話講哦是夠重的啊，都係用椰子調油個上司他係。咁像阿忠哥，你阿妹做調油，加做料理咧？做料理簡單的可以啊。因為畢竟隔行如隔山，真嘅，各個重要嘛。你絕對唔可以成日講英文煮，為什麼講？伊攞東西非常好食，因為以後講好食。哦，就講了就要做了。都係規一個 set 都一個一多。我看從他的表情裡面有一種不大敢講出來的感覺。啊，接下來這個是那個老酒乾鍋雞，乾鍋雞，好，來吃一個。有沒有給都很看下的都冇毒哦，都係冇毒講，但係用調油，然後調油是嚼嚼啊。好。其實吼，超市的時候，按的邊邊啊，有冇？邊邊啊，帶下嘅夾有冇？從邊上來，從上面的一個肉，好 Q 彈哦！佢到時候當初個牙齒啲都會彈起來用誒。其實吼，好嘅醬料同好嘅肉，按照種呢個更簡單、更輕鬆，都可以做好食的料理。都那種很簡單的幸福的味道。阿忠哥，你去哪吃到嘞？米西敢公用誒？還是大姐做的你不敢講？他爸阿媽我來講點樣食啊？看來鑑定。調油做料理地方，變咗要就這樣。咁你吃到那個金尾那個老酒煎那個雞腿嘞？也應該有90分以上啊。你敢幫姐姐打分數？一出生是冷盤，係客家人拜阿公婆過後，用純嘅雞肉來製作。所以老辣這位切絲，佢用啲嘅鹽去除特色味，香水洗槍過後，雞肉絲簡單調味就做得食的。並用冷藏蜂蜜貼片好，所以嘅香搭配雞肉絲，安浸嘅意思，唔但將當茶飯，還係當好嘅幫助菜，上到就本人當上食咯。呀，容易啦，下來啊，聽聽阿忠哥，特別跟阿忠哥認識幾隻廠房，對認識體會開始都編出按樣嘅體會，其實我很感動。阿忠哥，咁你從按認真做事，都係爸爸用嘅影響而嘅咧。爸爸一直以來都係對熱心更加善嘅人，啊，伊對朋友亦都攏。甚至講可以錄卡印象。阿朱姐也這樣講。俾我神係嘛？啊，伊嘛講我哋講，如果事情啊，要先做好啦，啊唔好先求結果。好，安尼精神之下，如果安尼一次來，如果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安尼穩健去做。對。
想讲，得到嘛个。其实我哋做有没有学生意的啦？因为中上的生意，生意的激情。也没有共斗家庭的观念很重要，这样子。只要你一共斗用来做 tell you， 你的眼睛呢是发亮，而且你要给发工不会停，这么投入在这其中，甚至你有时候工给 tell you 会发嘎哈，你要睡在厂房里面，你都他妈该你要给通力不坚持做下件事情。家人背后的支持啊，还有如果爸爸妈妈如果感觉讲，来的地面安山嘛，做事啊，伊个电脑本嘛感觉各有面子，啊，如落口的家的，还有生意的，伊个看到爸爸，自家爸爸，各山嘛做生意的，其实都是蛮会感觉面子，如果伊个看到爸爸辛苦的一面啊，推的每一个都是以身作则做下去这样。如何做啊？还有如何哪个感谢如何身边的好上的特殊做样的好上的，其实嘛拢各山嘛拢有安尼客家精神。其实人家都没很懂认真的，就是说你们真心跟员工交朋友的时候，人家都没用同样的心来回馈人家的。露姐甲伊负责做，你还负责去用的开销、行销的部分的吗？其实我感觉行业条路行到更加这个都会影响住啦。因为讲我哋咧阿爸做 tell you， 讲我哋像伊迄，我哋都看到伊哋来的，伊如伊听我食，啊像来放啊迄伊味，伊做 tell you 个辛苦，啊爸爸妈妈嘛讲讲，即家路卡像来个好讲法，伊如讲讲你买便宜的东西，侬无鼓励买即家路卡的东西咯，人家爸爸妈妈年纪拢大的，我感觉讲人家嗰度中南部的生意呢，拢迄伊味吼，成败的问题，透过个好的实体特别工作，问题咧可能差冇钱，啊伊无法度照顾到路卡即家路卡人，啊我感觉讲，阿爸虽然做体育也好，免下第二样都好，但问题咧，家己至少有一好方式，做他人规家人可以同我工作，所以我感觉讲，根本即家有安尼同理下落去，如果个有精神，就算是24点钟拢做唔啦，还是应该哦，根本伊拢朋友高的，按有按不要过伊面的面场，都感觉哦，根本伊个重生安尼。人係強下嘅人生，充實快樂，兩以無下人嘅情感，因為透有連強下，就算一下用科學方式，阿忠哥還係堅持照顧法來做嘅心意。露露姐係用嚴密出發，用自家嘅透有重新演繹出客家料理嘅美好，成功行銷出去。因為無下人做好透有嘅通力唔識減少。漳州大部分較多嘅人，對日常料理地度，食到單純不實嘅透有味。做田野豆味，不但係因為有當到嘅種啦，還有水田了而名嘅皮奶之香，無上市地度嘅吵吵鬧鬧，還蠻難嘢都感受得到恬清又淳樸嘅氣息哦。李太哥老露露姐傳承嘅阿爸嘅事業。各個負責生產、行銷還有開發嘅部分，雖然講地地也係工業化速成嘅透有，佢嘅蠻難嘅處係嘅，不過還係堅持傳統做透有嘅初心，保留透有嘅香味，還甲本消費者試嚟到甘醇嘅好味絲。啲傳統老現代融合老創新之間，當新萬嘅老菜地文化結合，融熟飄香。行家都也下，那就係涉案問題嘅社會地度，行家係模式變革嘅信仰，還有堅持哦。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藝術。下晝好美食，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